持香港良心。含有中藥成分嘅保健產品層出不窮，近年聲稱同冬蟲夏草有關嘅產品似乎就最多種類。呢隻話係冬蟲夏草 CS4， 呢度又有蟲草菌絲體，究竟係啲乜嘢嚟呢？呢個冬蟲夏草本身個蟲草嗰度攞出嚟去培養出嚟嗰個菌絲體嘅，咁然後咧進行一個發酵嘅過程，由1變成2，2變4咁樣去到今日嘅。買一兩野生嘅冬蟲夏草要成幾千蚊，呢啲膠囊一盒500蚊有找，好似好抵買。但係其實裡面有冇冬蟲夏草嘅呢？從科學上面嚟睇咧，咁佢真係唔係一個冬蟲夏草。科技進步，中藥嘅有效成分可以透過發酵提取，甚至被添加人工培植㗎，已經可以做到接近野生天然咁。其實好多成分都好類似，同埋相差其實最重點嘅成分係咪而家已經揾到出嚟都未必一定係。除咗冬蟲夏草，高仿真度嘅燕窩充斥市場。咁呢個就完全係一個假嘅，咁佢可能係用一啲豬皮啊或者白木耳去造成。血燕點解會係紅色，仍然係一個謎。內地揭發假血燕事件，令到科學界更加想尋找答案。歡迎收睇時事追擊。隨住人口老化，健康食品嘅市場亦都越嚟越大，唔少都聲稱含有名貴嘅中藥成分。近年就流行食冬蟲夏草，不過真嘅冬蟲夏草就要成1萬蚊一兩。坊間有好多廉價嘅產品都聲稱含有冬蟲夏草嘅，究竟又係咪可信嘅呢？佢哋含嘅究竟又係啲乜嘢成分呢？而現行嘅法例又有冇監管呢？冬蟲夏草係點樣演化出嚟嘅呢？佢其實係一種叫做麥角菌，寄生喺蝙蝠蛾昆蟲入邊，再發芽而成嘅中藥材。咁啊，真嘅蟲草咧，我哋好多時咧就睇佢咧，第一睇佢嗰個4對腳啦，同埋睇佢個頭啦。咁因為咧，佢嗰個草咧就會喺個頭嗰度咧就會生出嚟嘅，同埋嗰4對腳咧係好靚好靚咁，即係排列得到嘅。一般市民喺購買野生冬蟲夏草嘅時候，單憑外表好難分辨到真偽，呢支就係假㗎啦。假嗰啲咧，第一咧嗰個頭咧嗰個草出嚟嘅位置咧就好含糊啦，同埋冇咁靚啦，同埋嗰啲腳咧就好難排得好似正嘅。咁如果係睇外形咧，就係呢個方法嚇。咁但係都幾蝦人睇嘅。咁你譬如咧，我哋最常見嗰啲假嘅冬蟲夏草咧，就係呢個所謂亞香柏蟲草。要鑑證真正嘅冬蟲夏草，可以用 DNA 嘅檢測方法，揾到組成冬蟲夏草，亦即係蝙蝠蛾同麥角菌嘅基因。現時坊間有好多聲稱用冬蟲夏草或者冬蟲夏草菌絲體製成嘅健康膠囊，宣稱可以補肺強腎、醫治鼻敏感、提升免疫力，價錢由百幾蚊到幾千蚊不等。但呢啲產品成分裏邊有冇冬蟲夏草嘅呢？我哋喺大型嘅連鎖店買咗幾隻包裝上邊寫住係冬蟲夏草嘅膠囊，進行 DNA 嘅技術鑑定。咁就中國藥典講咗咧，就係冬蟲夏草。如果要 define 翻冬蟲夏草咧，係需要翻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喺一個冬蟲夏草嘅真菌寄生咗喺一隻蝙蝠蛾嘅昆蟲入面，然之後發芽出嚟嘅產品，就會叫做冬蟲夏草嘅一個產品。咁呢度咧就我用一個好簡單説明，就係等於 A 加 B， 至會等於叫冬蟲夏草。化驗所係比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提供嘅原料，包括蝙蝠蛾幼蟲同冬蟲夏草菌絲體嚟鑑定樣本嘅基因段。結果5個樣本都檢測唔到呢兩組基因。換句説話講，5個樣本都冇含有冬蟲夏草。
全部都唔係 A 加 B 個組合，反而咧就入面就存在有其他 C 加 D 嘅組合啦。入面呢度我哋揾唔到有冬蟲夏草，反而有其他蟲草嘅分支，例如蛹蟲草、支筆蟲草啦，或者係有一個蟬花蟲草喺入面。咁就市民上面佢真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可能好高嘅價錢買一個並非嗰個冬蟲夏草嘅產品呢？呢啲產品唔係冬蟲夏草，咁佢哋實際所含嘅成分又係啲乜呢？透過基因序列排別過後，5個聲稱係冬蟲夏草嘅樣本，3種驗出係蛹蟲草嘅基因，而另外2種就係蟬花蟲草。其實如果即係從佢個盒上面包裝説明呢兩方面去睇，包括咗説明書同埋佢個外包裝嚟睇，其實佢正正咧就係會係冬蟲夏草菌絲體，或者有部分淨係寫住100% 純冬蟲夏草。其實呢啲係已經係完全唔係一個正確嘅陳述。咁基本上，如果唔係正式冬蟲夏草，就不能叫做冬蟲夏草，即係可以叫做蛹蟲草啊，或者叫蟲草菌叫蟲草菌絲啊，不能加個冬蟲夏草呢4個字不能夠用。關裕輝喺上環做咗幾十年嘅藥材貿易，有提供蛹蟲草同蟬花蟲草俾藥廠製成膠囊。多糖啊！呢係蛹蟲草啦。以前我哋自己打爛俾佢嘅，依家咧我哋就直接就喺蟲草，即係呢種蟲草廠打埋粉落嚟啦。但係你唔會講自己係冬蟲夏草粉？唔會嘅，梗唔會啦。因為我哋喺呢度係主要係做一個批發，就唔係好似門市咁做一樽商品唔同啊嘛。我哋係做個原料啊嘛。我話你聽，我依家賣你係呢個蛹蟲草打出嚟嘅粉。佢話現時除咗西藏，已經好少地方出產野生嘅冬蟲夏草，因此佢嘅價錢比黃金仲要貴，頂級價就要過成萬蚊1兩，而蛹蟲草1兩只係要50蚊，蟬花蟲草1兩12蚊就有交易，都幾受中醫藥界歡迎。不過食藥除咗講價錢，藥效更加重要。冬蟲夏草被列入國家嘅藥典，但係蛹蟲草同蟬花蟲草就冇。而蟬花蟲草主要嘅功能係明目，作用完全同冬蟲夏草唔一樣。即係以前啲人個身體好虛弱啊，咁啊大病之後咧就用冬蟲夏草可以補身咧，同時咧就等佢嗰個入邊嗰個叫做再生能力比較好啲咁啦。應該就係佢講，以中醫就咁樣講嘅。蟬花就主要都係對眼同對肝嘅。關裕輝話：好多中藥又或者係含有中藥嘅健康食品，裡面嘅有效成分已經可以透過技術被提取，甚至可以以相近嘅化學物取代，接近天然㗎。如果你用一般嘅化驗驗佢嗰蟲草素啲嘢咧，其實咧佢都有㗎。一樣係驗到嗰個成分出嚟㗎，但係佢食落去係兩回事嚟㗎。其實好多成分都好類似，同埋相差其實最重點嘅成分係咪而家已經揾到出嚟都未必一定係，甚至乎你可以買一啲化合物加落去，因為其實而家蟲草素咧其實好容易買得到嘅啫。咁你加落個產品度，佢可能咧就會令到個化學測試錯覺佢係含有蟲草嘅成分。咁我哋就用 DNA 嘅方法去做鑑證嘅話咧，就真正睇到佢入面有冇呢一個成分喺度啦。我哋就幾個產品向衛生署查詢，衛生署表示，中藥組已經就冬蟲夏草、蟲草菌絲體為藥效成分嘅中成藥訂立命名原則。如果呢啲產品含有嘅係其他蟲草品種，例如係蛹蟲草成分，又或者只係蟲草菌絲體成分，名稱都唔可以再有冬蟲夏草嘅字眼。如果中成藥產品被發現佢嘅聲稱成分同事實不符，可能已經違反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辨別中藥嘅真假都要出動到 DNA 嚟鑑證，主要係因為香港好多常用嘅中藥，佢裡面嘅有效化學成分難以做到標準化。我舉個例，當歸。咁你當歸咧就幾笪地方都可以種，雲南可以種，
韓國可以種，日本可以種，甘肅省可以種。咁你究竟每一個地方種嘅當歸係咪一樣呢？個答案當然唔係一樣啦。一直協助政府建立香港標準嘅詹華強認為，中藥標準化有佢嘅局限性。10幾年前，詹華強已經培養出人工嘅冬蟲夏草 UST2000，可以做到佢裏邊嘅有效成分腺苷同天然嘅一樣。但係冬蟲夏草最重要嘅成分，可以提升免疫力嘅多糖，就未證實到係一模一樣。冬蟲夏草入邊嘅多糖咧嘅研究到今日都仲係好少嘅。我哋今日都揾唔到一個喺天然冬蟲夏草有嘅多糖，亦都喺 CS4 或者其他人工培植嘅冬蟲夏草嗰度揾得到出嚟。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100%化學成分係一模一樣呢？我可以話俾你聽，就唔係一模一樣嘅嚇。有啲咩唔一樣呢？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下一節血燕嘅產生係一個謎。我哋會繼續睇下內地假血燕事件對業界嘅衝擊。血燕點解會係紅色？科學界係點樣拆開呢個謎？危機一旦爆發，只有真正嘅英雄自信有能力拯救地球。I'm your Superman。我係 Superman。冠軍你哋一定揀嘅。ATV 2011亞洲先生競選，尋找亞洲超級男。聽晚8點半現場直播。明天並非必然。長洲撞船意外，阿明一家受到嚴重重創。面對意外帶來嘅各種難關，佢選擇積極面對。影音使團天使心呈現《如果還有明天之不一樣的聖誕2》，今晚7點半。各位同學，今日我哋玩看圖講故事。雞、鴨、雀仔。咁咧？手唔好摸去地，萬一掂到就要即刻洗手。廁所要小心，唔好掂到佢哋嘅便便。媽咪買餸都唔好掂佢哋，要煮熟晒啲肉先好食。無論去到邊，都要記住頭先講過嘅嘢啊！注意個人衛生，預防禽流感。高手過招，臨場太 Q， 太 nice， 冇咗嗰種 battle 嘅感覺。豈有此理，唯有晒你啦！俾多 round 我哋，做俾你睇。好啊，好啊，我唔介意㗎。亞洲星光大道4跳舞吧，今晚9點。亞姐帶隊做業主冇難度，搜羅健康家私走入 I&D， 產品容易配搭，堅固耐用，再選購特色火爐，俾你由外型到內。聖誕佳節一齊搞搞新意，極多掛飾選擇，隨你配搭。亞姐睇樓，今晚11點。拜拜導演，成日的工作嘅生活又點算係生活啊？行啦！平時做嘢幾咁嚴肅認真，一有得玩就即刻流露童心。興之所至，自會發現生活精彩一面。玩樂生活百老匯，慶祝反斗奇兵大本營開幕，而家買嘢仲送你反斗奇兵造型精品。明治。彼女は速攻型 OL、仕事も速攻、メールも速攻、そしてコラーゲンも速攻綺麗。明治アミノコラーゲンボーテ。恭喜發財，祝大家龍年行運又發財。農曆新年想同香港以及華南地區觀眾拜年，亞洲電視龍年廣告套餐一定幫到你，包製作連播出都只係需要23,800蚊起。亞洲電視廣告熱線31682232，恭喜恭喜！呢度係印尼，全球燕窩產量最高嘅地區。香港遊客觀光購物景點，又點會冇燕窩店啦？一入到鋪頭，銷售員就向顧客解釋近期嘅假血燕事件。姐姐，我們
有報道血驗是有假的，但是能夠是在馬來西亞，我們印尼是有血驗，但是非常少。燕窩店仍然掛出海報宣傳血燕，但係櫃台內外已經唔見有血燕出售。不過銷售員同我哋講可以訂貨，所以通常都不會在這裡有得賣。通常很少了。如果你要的話，也要特別訂一下，要問有沒有。還是有，有比較少，沒有這麼多。血燕售價比白燕貴2成到，主要係佢一向被宣傳成稀有珍品，係金絲燕吐血所致。不過呢個傳說原來只係商人牟利嘅噱頭。6月份，浙江省工商部門喺市面抽查大約3萬盞血燕，查出致癌物質亞硝酸鹽嚴重超標，導致內地嘅血燕全部要落架。8月份，中央電視台再揭露血燕根本唔存在。有專家推斷，血燕其實只係加咗工嘅燕窩，佢會變紅色係由環境因素、鳥糞或者係燕泥加速煨分出嚟㗎。呢一個呢，就係我哋模仿天然燕洞嘅一個嘅實驗用嘅模型。咁你可以見到呢，下邊呢啲嘅溶劑呢，就係其中我哋想試嘅其中一種元素。我哋想知道呢，究竟天然呢啲血燕點解變紅嘅主要原因係嚟自邊一個嘅元素嘅？陳家倫研究燕窩多年，一早已經化驗出血燕並冇含有血成分。佢話大部分嘅血燕都係人工培植出嚟㗎。不過根據佢嘅化驗，血燕含有嘅唾液酸較白燕為高，喺抗流感上邊有較強嘅功效。咁游離唾液酸佢本身已經有抗流感嘅作用啦。咁另外佢又可以刺激到大腸細胞嘅生長。咁其實本身呢一種係已經係有一定嘅功效。加工血燕事件之後，佢親自到印尼、馬來西亞嘅燕屋參觀，了解當地培植血燕嘅方法。佢都認同人工血燕會由白色變成紅色，極有可能同燕洞入邊一啲中介物質，例如係鳥糞有關。佢話呢一種技術，燕農已經採用咗好多年，但佢哋就唔知道究竟係鳥糞邊一啲成分會令到燕窩變紅。陳家倫好希望揾到答案。我哋係要逐樣嚟喺鳥糞嘅成分逐樣去試，究竟邊一樣先係真正嘅原因？咁我哋而家暫時試咗礦物硝酸鹽亞硝酸鹽呢啲，咁呢啲都唔關事，係啊。咁我哋仲好努力咁樣去揾出究竟係鳥糞嘅邊啲成分。一般燕窩變紅需要3個月時間，但係較早前被踢爆用加速方法煨分嘅假血燕，只要2個星期就會變紅。佢哋個色澤咧應該係唔穩定嘅，亦即係咧好快咧亦都可以係被沖洗啊震甩出嚟嘅。其實已經係知道答案嘅。燕窩顏色可以造假，燕窩本身亦都可以假冒。左邊係真嘅。咁呢個就完全係一個假嘅。咁佢可能係用一啲豬皮啊或者白木耳去做成嚇。咁就咁如果你話半假嗰啲咧，就可能佢會塗一啲嘅明膠去增加個重量。血燕事件加埋較早之前，科大化驗67個樣本，全部發現含致癌物質亞硝酸鹽，已經嚴重衝擊香港業界，冇咗一大半生意。燕窩商會金謀對策，揾嚟科技大學建立鑑別質量嘅平台。科大除咗用唾液酸含量嘅技術嚟分辨燕窩真假，亦都會提供專業知識，希望公眾食得安心。其實亞硝酸鹽同埋硝酸鹽呢，就唔係人工添加嘅。我哋亦都估計到呢，基本上呢，最大嘅可能性呢，就因為當地養呢個燕窩嘅環境而導致嘅。如果我哋平時去浸我哋嘅燕窩洗2次，我哋覺得呢97%以上嘅亞硝酸鹽同埋硝酸鹽呢，都可以洗走嘅。食貴價嘅補品，怕遇到假貨，選購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其實買一般健康食品嘅時候，
亦都要注意裡面嘅成分會唔會引致副作用。如果再食落去，我有機會中風，唔係中六合彩係中風。阿飛患有系統性嘅血管炎，導致動脈血管收窄，經常會頭痛、頸痛。病發嘅時候更加會視力模糊。佢諗住買健康食品補身，經朋友介紹，分別買咗靈芝同冬蟲夏草嘅膠囊食，點知病情更加嚴重。一試咧就係初食都唔覺嘅，咁但係後期咧唔得啦，因為我免疫系統真係佢撩起個免疫力，咁我所以就頭痛，開始又痛返。佢繼續食膠囊，頭痛嘅時候就食止痛藥，咁樣維持咗3個月。結果有一日，佢個頭痛到唔可以唔睇醫生啦。咁佢哋講酵素高喎，你係咪飲過中藥？抑或你食嗰啲乜嘢啊？咁我自己知啦，食咗冬蟲草呢啲咁嘅同埋靈芝啊，我兩樽一齊食㗎。有病亂食健康食品並唔止阿飛一個，子燕有糖尿病，有血壓高，食緊降血壓藥。佢買咗桑贊丸、藍莓素、魚油丸，每日早晚食補身。其實呢啲長期病患都係好似係唔會支持發生嘅，亦都唔會話有咩而家嘅壞處就出嚟，但係潛移默化落去就會個後果會好嚴重咯。我覺得就做好啲預先預備好嘅嘢咯。佢間唔中關節會痛，醫生話佢有痛風，為咗舒緩病情。佢另外又買咗4種茶嚟飲，苦瓜茶聲稱可以降血脂，貓蘇草茶亦都聲稱可以降血脂，而另外2種茶裡面含有嘅成分包括鼠曲草，話係可以醫痛風㗎。子燕就話痛嘅時候會飲多1-2包。嗰扎茶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好似啲保利香片咁，得閒就會沖嚟飲下咯。而有好多報道都話過佢好有效嘅。子燕好相信名人嘅推介，但係藥劑師對某啲草藥能夠治痛風就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其實佢用咁多種茶，一來未必有個作用先，二來就係其實痛風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咧，其實缺水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嘅。如果有咩茶佢係令到佢小便增加啊，或者係真係會影響到個身體個水分嘅平衡咧，其實可能有反效果咯。其實唔少嘅健康食品更加含有中藥成分，食咗之後會同西藥相衝。呢啲喺商場促銷含有中藥3-7嘅膠囊粉，廣告聲稱可以有效擊退膽固醇、血脂同3酸甘油脂，唔會同西藥相衝。銷售員係咁講㗎。佢呢啲咧，所有食緊西藥嘅人士全部都可以食嘅。譬如話係咩西藥咧？又有膽固醇藥、薄血藥，即係阿士匹林啊，心臟藥、血脂藥，全部都可以食。薄血藥甚至做過心。但係專家又係點睇呢？即係例如其實3-7即係我哋講緊田七啦嘅成分，其實我哋都知道佢有薄血嘅功效嘅。咁如果一啲佢針對三高嘅人士喎，即係講緊有高血壓、有呢個高膽固醇、有糖尿病嘅人士，咁其實佢好多時候可能有心臟病，有部分嘅患者可能需要食阿士匹靈啊、其他嘅薄血藥，甚至做過心臟手術通波仔嘅，佢需要長期服食一啲薄血嘅產品嘅。咁如果佢再嘗試去一啲健康產品嘅話咧，其實可能加劇咗佢出血嘅風險嘅。即係好多長期病患者都話佢係依據親友介紹或者自己個人經驗咧去服用嘅，而唔係因為醫生介紹。咁所以喺被訪者嚟講咧，有冇即係超過一半嘅被訪者都係因為親友嘅介紹啦，或者佢自己食咗之後覺得好，再繼續食。長期關注病人權益嘅復康會訪問咗800幾名長期病患者，發現近60%嘅人喺服用健康食品之前都冇諮詢過醫護人員嘅意見。點樣選用呢個健康食品呢？係依靠廣告，睇廣告覺得話好，咁我就試啦咁樣。咁所以廣告好多時亦都係喺香港嚟講，喺廣告呢方面嘅個控制咧，喺監管上邊咧係比較少嘅。
咁變咗好多時佢會用一啲比較誇張或者係近於失實嘅一啲咁嘅宣傳方法咧，去吸引啲市民咧使用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會令到啲市民咧係錯誤地選用咗一啲可能唔適合或者係冇療效嘅一啲健康食品。藥物教育資源中心話，市民如果對健康食品有疑問，可以向有藥劑師駐店嘅藥房查詢，確保安全。跟住落嚟係播映《如果還有明天之不一樣的聖誕2》，請繼續欣賞。跟住落嚟係《如果還有明天之不一樣的聖誕2》。開放嘅感情世界，嚟到呢度都係屬於一個男人嘅天后。齊人之福，遺恨兩代家庭。你嚟咗老婆仔女時間一長，感情就會削弱㗎啦。景田特約亞視邁向55週年經典回味之尋找他鄉的故事，今晚11點半。酒逢高手千杯少，如果政府少收2億咧，港鐵就唔需要加價嘅。廣納民意，集百家之卓見。以佢嘅才能咧，真係唔應該出嚟參選。把酒當歌，星期1至5晚11點，本港台、亞洲台兩台同步。港台節目7點啟動，星期1香港故事，梁祖堯尋訪各區回憶；星期2百花齊放，本地創作動起來。星期3醫生遠離，醫療新知令醫生遠離你。星期4 2011國際變革大事回顧，全球關注。星期5未知天下事，飲食文化同你解話。亞洲電視、香港電台聯手創新。等我變身先。我覺得呢個人相當有嫌疑。即刻